关心国际消息，来看中东的局势。叙利亚反恐军已经拍入去首都大马士革，总理讲要把政权交接予临时政府。总统阿塞德嘛已经坐飞行机浪港离开叙利亚。不过风声讲阿塞德的飞行机若像是摔落来，目前下落不明。若反恐军宣布政府倒台，阿塞德家族50年的统治正式煞过。 驾出车歌爬上军车，甲军车合影庆祝。叙利亚反恐军沙姆解放组织7月早起才达宣布占领第3大城荷姆斯了后，无到中昼就拍入去首都大马士革，用真紧的速度占领首都，推翻阿塞德政府。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تم بحمده تعالى تحرير مدينة دمشق وإسقاط الطاغية بشار الأسد وإطلاق سراح جميع المعتقلين المظلومين. 在了反恐军的新民，大马士革街仔路开始有大批民众庆祝阿塞德政府倒台。反恐军阁表示，因为阿塞德政府过去半世纪流离失所，也是互关起监狱内底民众已经会当转去厝。叙利亚总理是透过面册发布影片，表示愿意和平移交政权。 أنا في منزلي لم أغادره وذلك بسبب انتمائي إلى هذا البلد وإننا نمد يدنا حتى إلى المعارضين الذين يعني مدوا يدهم وأكدوا أنهم لن يتعرضوا إلى أي إنسان إلى أي إنسان ينتمي إلى هذا الوطن السوري.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在反恐军拍入去首都了后，已经向港坐军机逃离叙利亚。不过有消息指出，伊坐军用运输机原本向叙利亚沿海地区飞去，却向月头向无共的方向飞行。飞行机阁发生向降低关度的状况，最后伫雷达消失，疑似射击。消息人士利用上大可能是飞行机互拍落来，嘛互阿塞德的行踪变甲下落不明。公司新闻台是龙平益。